港更加能夠適應不斷轉變嘅國際經濟格局。我哋而家同喺灣仔直播室嘅宏福證券聯席董事林嘉琪傾下偈先。嘉琪你好，係你好。咁我哋呢節咧先講講啲基建類股份先。我先睇睇隻中國龍工啊，見到佢咧做發盈警啊，預期今年嘅盈利咧會較去年咧顯著減少。咁因為咧國內嘅工程需求咧持續疲弱，今日股價咧最多咧跌到7%啦，去到咧1.959嘅情況。咁啊而家咧都係跌幅收窄咗啦，去到2.06啊，佢係跌緊4%。咁啊見到呢一個嘅盈警其實有少少滯後，因為近期出嘅一啲銷售數據咧都係回升翻。咁啊，今次下跌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吸納嘅機會？我覺得吸納嗰個值博率其實都叫做高嘅，因為今次你睇翻佢發盈警咧，其實都係即係講緊今年全年啦。咁其實喺即係年中嘅時候，佢業績咧其實都有個比較大啲嘅倒退㗎啦，都差唔多倒退咗，即係嗰個盈利收入咧倒退咗40%咁多。咁啊，你話喺即係近期嘅時候咧，大部分嘅一啲機械股份咧都係炒緊一啲即係內需概念啊、基建投入啊，又或者係城鎮化概念咁樣。咁啊，亦都升咗一陣上嚟。咁啊，我諗喺即係嚟緊出年嘅時候咧，訂單個增長咧，其實都應該會加大翻嘅。即係無論係啱啱開完會嘅經濟會議入邊咧，所提到嘅城鎮化個發展速度啊，又或者一啲之前咧未叫做未上馬嗰啲項目咧，其實都會放翻喺出年嘅時候咧，可能第一季都會做翻。咁所以我諗今次啦，嗰個業績方面可能會係一啲叫做投資者咧暫時咧叫做獲利沽售嘅一個情況喺度啦。咁但係我諗咧喺股價喺即係今朝見到咧係都會有一個叫反彈個情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嘅支持力都會喺低位度揾到嘅。咁啊而家大概喺2蚊邊緣啦，有係咪一個吸納嘅一個時機？同埋指示位定翻邊度？如果2蚊買咧，其實我覺得就嗰個直播空間都有喺度。咁啊，如果你話2蚊買嘅話，大約啦，即係定翻喺大約1成左右啦，作為個指示啦。因為近期咧龍工其實嗰個走勢方面咧，唔係話真係跟足晒成個一啲機械板塊，咁啊較為有少少落後嘅。咁啊，你話喺而家現階段再炒翻無論係嗰個估值嘅即係較為低啲啦，又或者未來憧憬咧，其實嗰個上網空間都有喺度。咁啊，不過就暫時啦，我諗喺今年即係今日啦，你話再吸納咧，其實都即係可以考慮翻啦。如果係2蚊附近啲水位咧，都可以買翻少少嘅。咁啊之後咧睇埋咧中聯重科嘅情況，今日咧都係偏軟㗎，跌超過1%。近期咧城鎮化概念咧已經令啲基建股咧炒起咗。咁啊，明年實際對於工程機械需求係咪真係咁旺盛咧？我諗整體睇翻究竟嗰個即係機械係屬於邊一類型啦。咁你話如果係即係一啲較為大型啲係關於建築啊，又或者一啲基建項目嘅話咧，我諗嗰個需求嗰個方面咧，其實都會有喺度。因為最主要就係今年年內啦，積落一啲工程啦，又話喺出年啦，可能年初制定一啲新嘅工程咧，其實所需要嘅機械方面個數量咧，其實都會係較市場預期可能會更加多。咁啊，亦都喺即係一個叫做相比較之下咧，你話用今年嘅一個業績比去比翻出年嘅時候咧，可能個訂單增長嗰個百分比咧，其實都會高。咁所以你話喺而家咧，雖然嗰個股價方面咧，之前係炒咗陣上嚟啦，咁但係就未直接咧係反映咗咧係近期咧佢嗰個即係未來個訂單增長個情況。咁啊睇翻啦，如果個訂單增長係真係較預期中係更加好嘅話咧，我諗個股份喺而家個估值嚟講咧，都仲有個上升空間咯。咁啊，如果喺現價買咗嘅朋友啊，上網空間又可以去到邊度？如果現價買咗嘅話，我覺得係繼續揸住先啦。咁你話大約係即係11、12蚊呢啲位咧，暫時嚟講都係即係中聯重科咧叫做高位整固嗰個位置。因為之前你話喺10月啊、11月咧升穿咗11蚊之後咧，11蚊個支持力都較強㗎啦。咁啊，所以就只要唔跌穿11蚊嘅話咧，我覺得繼續咧可以繼續揸住。咁你話喺出年嘅年初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即係會議再又會有再開啊，或者係一啲政策再推出嘅時候咧，個股價咧可能會再上升翻，大約係13蚊啊，甚至乎14蚊呢啲水位啦。因為講翻13、14蚊嘅，而家講緊即係工聯重科嗰個平均嗰個市盈率咧，仍然係屬於偏低嘅。
埋半新股方面咧，講下就中國機械工程啊，上市之後咧表現向好，現價咧今日咧就升近1%，去到咧6個3毫7嘅情況嘅。咁啊不過佢咧海外嘅一啲業務比較多啲，會唔會未能夠完全受惠於內地一個城鎮化概念？冇錯，其實咧就中國機械工程咧，佢嗰個概念就有少少咧，同內地個機械即係業務方面有少少即係相差。咁不過你話喺即係海外工程方面咧，其實你睇翻即係過去呢幾年啦，全個國際嘅市場方面咧，你話中國喺嗰個外地投資方面，其實嗰個比重咧，其實都增加咗。咁所以咧，你話喺海外工程咧，其實都係關於咧，即係中國內部一啲機構咧喺出邊海外投資。咁啊，所以你話中國機械工程咧，仍然都會有一個咧較為高啲嘅佔優個百分比喺度。咁啊，不過股價近幾日咧，其實你見到喺即係高位都有個調整咧，跌咗幾日。咁所以今日咧，如果你話再守翻住6個3嘅話咧，我覺得個股價咧都可以睇翻即係之前個位置，大約6個半啊，或者係高翻少少。咁但係就如果係而家咧係用 IPO 抽嘅話咧，我諗你要大約用翻6個3作為初步一個止賺位啦。咁如果再跌穿嘅話咧，我諗可以暫時做咗個止賺先咯。咁啊睇埋咧啲外圍經濟方面啦，見到美國喺方面咧，樓市係持續復甦啦，經濟係向好嘅，一啲同佢相關嘅股份，睇下明年方面啊能唔能夠做好嘅。咁當中咧講下隻利豐先，今年嘅股價跌咗大概半成左右喎。咁啊而家今日嘅股價表現得唔錯啦，升翻1毫4，做13個6毫6啦，升1%。明年可唔可以繼續翻身？我諗整體如果係話美國個市場再帶動翻即係美國經濟，然之後再帶動埋利豐嘅話咧，我覺得呢一部分咧其實都可以憧憬一下，因為股份其實講緊喺過去嗰1年啦，我諗大家市場上邊唔單止係擔心緊啦，即係歐美嗰個即係經濟環境令到利豐嗰個有個下跌啦，同時間咧其實利豐你見到咧佢喺個資金方面個需求方面咧，其實都可能會較為大啲，咁啊會對於佢喺即係未來併購個活動方面咧，大家都會擔心會唔會再有機會啦，可能會發債啊，甚至乎咧係配股去揾翻啲資金。咁啊，亦都係一啲即係分析員啦，大家擔心嘅一樣嘢。咁所以我諗就唔單止淨係要睇翻即係美國經濟會唔會有個復甦啦，都要睇埋咧究竟利豐咧喺今次嗰個即係市場策略嘅調整啦，或者係收購併購活動個發展啦，咁先可以確定到咧嚟緊佢嗰個股價會唔會再有個翻身機會。咁啊，不過你話而家以佢個估值嚟講咧，其實都較為叫做偏低啲嘅，咁所以你話第時市場可能係炒翻嗰個追落後啊，或者係資產折讓嘅話咧，我諗利豐咧都可以係其中一隻股份嚟嘅。咁啊見到今日股價咧喺13個7啦，升到1%嘅，咁啊能唔能夠去到啲咩水平？咁啊現價吸納嘅值博率又高唔高？近期咧佢都喺低位嗰度咧就一個叫徘徊咗，咁啊亦都挨近翻啦之前一個嘅近期個高位咁樣。咁我諗要睇翻佢唔可以即係喺即係出年年初啦，即係話叫做1月嘅時間啦，有翻個突破啦。咁你話睇翻而家整體嗰個聖誕嘅銷售數字啊，又或者個經濟情況咧，其實利豐你話再突破嘅空間其實都有喺度，咁啊不過就上升空間就未必話真係好多，可能大約咧係1成以下左右咯。好啊，咁啊唔該晒嘉琪啦，咁詳盡嘅分析啊，以上股份有冇持有啦？都冇持有嘅。唔該晒你，我哋節目時間又夠啦，11點半嘅金融快訊再同大家見面。